谁打你啊？谁打你啊？不会说话吗？听我名了吗？听了，不听也还好，一听见又挨了一拳。我。他里边好几人，你怎么说的嘛？你这不看你哥们？他为啥打你啊？我就摘他2根黄瓜。摘他2根黄瓜？嗯，2根黄瓜得值多少钱啊？2根黄瓜确实不值这个钱，关键是他摘俺2根黄瓜，说他电瓶车丢了，让俺赔点电瓶车。哎呦我的妈！什么兄弟？我要不摘他黄瓜，我电瓶车能丢了吗？我不找他赔，找谁赔啊？像这种货，你这不砸死他呀？等等我哥，等等我。